時代變，人物風景都改變咗。而家金碧輝煌嘅澳門，由好多5星級酒店堆砌出嚟，唔少傳統小店都被淘汰。如果去媽閣廟嘅話，一定要試呢個澳門土產嘅雪糕，仲係一部石果緊全雪糕車。雪糕每日新鮮製造，冇防腐劑同人造色素。奶啊，糖啊，煙酥品啊咁。哦，煮到去滾晒咁先攤凍佢，先再整。呢一唔味㗎。係啊。有啲咩味啊？有芒果啊、蜜瓜啊、雲呢拿、士多啤梨啊、綠茶啊都有。架車每日只賣一隻味道，呢日賣嘅芒果味、奶味唔算濃烈，芒果味都唔算好重。其實食呢杯雪糕係食佢嘅風味。呢架雪糕車已經有70年歷史，第二代㗎啦，我賣咗30年咯。就由後生推到老啦就係。今年60歲嘅黃生，想當年後生嗰陣，佢推住呢架雪糕車遊勻成個澳門，去下新馬路附近，又去下學校門口擺檔。不過條腰越嚟越唔聽使，而家只係喺媽閣廟擺檔。佢有一仔一女，2個都讀大學啦，而家讀緊嘅，而家仲要喺台灣讀咯。佢諗過將呢架雪糕車一代傳一代，不過對仔女完全冇興趣，已經決定唔會做落去。望都望到去自己發展啦。現時全澳門只有3架呢類雪糕車，其中1架由黃生親細佬掌舵。不過黃生話佢細佬都決定唔做，畢竟呢門生意好辛苦，所以雪糕車真係買少見少。盡量做咯，有能力就做啦，繼續努力啦。